现在短短的时间呢，我们要为世界各地的莲友们简单讲一个公案给各位大家参考。我们为儿孙来积财啊，不如呢教导子孙要修身重德。过去有一位士大夫，他的祖先也是当朝的名臣呢，家里面呢非常富裕，但他却很小气啊，连一个一斗一升的米或者是一尺一寸的布啊，他都要亲自管理。你看这个人，他把金银财宝锁得严严实实的，管理得非常严格。白天呢，把那个钥匙装在身上，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把钥匙放在枕头的下边。后来他得了重病，不省人事，子孙们呢趁机就把他的钥匙偷走了。打开密室，找到了存放财宝的箱子，偷走了金银财宝。结果这个士大夫呢，他从昏迷当中苏醒过来以后，就在寻找枕头下面的钥匙，可是他的钥匙已经不见了。于是他就愤怒，一口气上不来，他就死掉了。他的子孙们呢，不但没有为他死而哭泣，反而因为相互的争夺藏匿财产而打斗啊、诉讼啊，就连未出嫁的女儿也蒙着头拿这个状纸在公堂上面喊冤叫屈啊，为自己来争夺这个嫁妆。他们卑鄙的行为受到了乡里的讥笑。我们研究这其中的原因，大概就是因为这些子孙们呢，从小长大只懂得追逐利益，不知道讲道义啊。作为人的先祖嘛，我们祖先们没有不希望说能够造福后代的，可是真正能造福后代的却是很少。为什么会这样说呢？因为如今呢，为后代谋利益的那些人，都只有懂得多积钱财来留给后代的儿孙。就算田地啊几千亩啊，商店遍布街巷，粮食推满了仓库，财物呢塞满了箱子，仍然觉得不够，还在苦心的谋求，这样他们心里就怡然自得啊，自以为子子孙孙呢，世世代代都享用不尽了。但是这些祖辈们却不懂用做人的道理来教育子孙，也不懂得用礼法规矩来管理家庭。他们自己几十年来的辛勤劳作所积累起来的财富，却被那些没有教养的子孙在短时间内呢就挥霍殆尽了。子孙们反过来讥笑这些祖辈们太愚蠢了，不会享受，还埋怨祖辈们吝啬小气，曾经对自己不好，虐待了自己。那些为后代谋利益的祖辈啊，不但助长了子子孙孙的恶行，也给他们自己带来杀身之祸。生活中我们所用的钱财物资啊，本来都是人所必须的，但是也不要过分贪求。钱财一旦太多了，就会成为拖累。如果子孙们确实是一个贤能，懂得做人道理，难道他们连初食布衣都不能自己求得吗？一个简单的生活，难道就不能自己去努力吗？难道会冻死、饿死在路旁吗？不可能的。假使子孙们无能啊，即便是金银堆满屋啊，又有什么用呢？所以我们所有的长辈啊，我们应该要看清楚，尽量利用你有生之年，努力的去行善，你积德，把这个福报留给子孙，他自然就循规蹈矩，变成社会上一个非常有用的人，不会去伤害别人，也不会去破坏社会的和谐。他不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，大家都恭敬，大家都尊重。你想想看，你的子孙能够因为名气大，而且大家赞叹他，你看做祖辈的人呢，
是多么荣耀。所以这一点呢，大家要看清楚，一定要了解其中的重要性。不是只有留财给子孙，应该要留德给后代才是。过去玉皇大帝的消节经里面也特别清楚的说到，财多不是福啊，福在子孙贤。子孙要贤，就是能够有才华、有能力、有道德，做人懂得本分，这个才是重要。你看玉皇大帝也这么直接、很恳切的告诉我们。今天利用这样一个因缘来告诉大家，我们好好的来学习。南无阿弥陀佛。